又係我耀進教練派健康嘅時候啦，今日嚟到黃石碼頭，揾晒呢一班老友記咧，挑戰下佢哋嘅膝關節先。事不宜遲，跟落嚟 ，Let's go！好啦，我又揾到個靚女做下訪問，問下佢先。我想問下你食咗水一寶幾耐啊4、5年啦。4、5年啊？咁你原本係有關節痛食定係點啊？其實咧就係睇咗 Facebook 啦，咁啊見到試下啦咁樣，咁啊個膝頭哥係有少少痛嘅，咁食咗之後而家踩單車又得，行山又得，冇問題。咁好，食咗幾耐？咁你食咗幾耐就開始見效啊？初頭有少少痛，咁我飲咗1年到啦，咁跟住保持運動啦，梗係一路保持住運動，咁咪變咗舒暢。我見你非常之 fit 啊，可唔可以做5下深蹲俾大家睇下先？梗係得啦，有你乜問題啊？睇下先啊，1、2、3，和輕鬆樂意，勁到不得了，3，哇都係4，再嚟5，俾個5先。哇，佢頭先我想做咩嘅 ？OK，thank you 你。OK， 嗱，頭先大家就試咗呢個平衡力啦，又試咗肌力啦。OK。嗱，我哋做啲小挑戰 ，OK。嗱，嘗試下，我哋一陣間咧會做一個大比拼 ，OK。試下我哋先做一個咧向後踏步，睇下做唔做到先。大家嗱，測試膝頭哥啦，係啦，係啦，我哋先做10下先一齊 ，OK。梅花間竹，一左一右，好，腳趾尖要指向前喎，1，係啦，跟住上翻嚟，2。係啦，跟住10，好啦，嗱，確保到咧，你哋已經有啦。而家你哋9個人將會分成3隊 ，OK。嗱，你哋而家嗱行嘅時候，記住膝頭哥係差唔多掂到地下嘅 ，OK。如果你掂唔到咧，咁我哋又會扣你2步啦 ，OK， 叫你褪翻後嘅 ，OK。嗱，係啦，咁啊差唔多啦 ，OK。好嗱，準備咯喎，好，準備好未？1、2、3，開始。係啦，盡量落深啲啊，要係啦。哇，勁啊，梁 Sir！哇！正到不得了，又揾到個靚仔先。靚仔，嗱，我想問下你食咗睡一寶幾耐啊？4、5年到啦。4、5年，點解一開頭會揀食睡一寶嘅？因為咧個膝頭哥有少少痛啊。都係膝頭哥痛。係啊。咁上落啊，咁行山啊有啲痛，咁開始食佢咯。係。你係朋友介紹定係點㗎？朋友介紹㗎。即係你朋友都有食開。我朋友食咗話好，咁我咪又試下咯。係啦。你食咗幾耐開始覺得個膝頭哥冇咁痛啦？定或者冇痛啦？依家都冇乜點痛㗎啦，依家食咗幾年之後都 OK 㗎。嗱，咁我同你做個小測試先，你試下做5下深蹲先，陪我一齊。1、2、3，好，1。哇，又係真係堅到不得了喎。2。再嚟3，再嚟4，再嚟5。俾個5先。哇，你睇下佢，嗱，踎到5下真係唔簡單啦。多謝你啊，靚仔 ，thank you。好開心啊！今日咧終於同到成大班老友記一齊行山，去睇下佢哋啲膝關節有冇問題，再俾啲挑戰佢哋。點知佢哋全部都合格啊！因為咧佢哋已經係幫襯咗睡一寶好多年嘅 fans 啦，同埋咧由痛食到唔痛，所以大家如果都有關節痛嘅話咧，記得要揀睡一寶，同埋要做運動啊！耶！